权。首先呢，在此呢，向各位远道而来，一起来参加法会的各位的法友呢，说声呢这个吉祥如意，扎西德勒。다른 데들은 내가 제주 도시들은 제주 도안에 딱 거창 세트네 하기 방법 어디든 거창 수시로 어디 거기는 로지도 수시에 那接下来讲的话呢，我们将要举行的是结合呢初时的这个会供而做的这个我们讲的金刚舞，又的称之为喇嘛舞。所以仅在此来讲呢，为让大家了解的缘故，在这里呢向大家呢对于呢接下来的这个金刚舞做一个就是精简的这个介绍跟讲说。다또 서로 기담과 우리가 골라서 단테니 최종 송마 어다 된적이 되네 냠는 다 포함이 진답 제가 뜻은 다 포함이 진답들 네 참스가 그래서 참스 那呢，所谓的这个金刚舞呢，就可以说呢是这个像是本尊这个威猛莲师，或者是三根本的这些的护法，然后呢他们所展现的这种的姿态跟这个形式一种表现，我们称之为叫金刚舞。근데 나디 나와 저체에 되네 제가 다 나왔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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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어다리 나왔다 저체에 제들라 되네 가라 네 강도 저체에 제네 틀에들 다들가 참스 다디 되네 가 참스 되게 식으로 했어 那呢，这个我们中文呢叫做所谓的金刚舞，或叫喇嘛舞可是藏文呢称这个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步骤，藏文来说叫做打呛那打呛中文是没这个样的一个词的。这个了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呢，我们如果就讲说 Gara 来讲的话，是指的是呢手部的这些的姿势跟姿态来讲的为主的这些的展现叫做 Gara。枪来讲的话呢，是指的是他脚步的这些的我们讲的步伐舞姿等等来讲，这些来讲呢叫做这个枪。所以嘎的枪来讲的话呢，就是包含就是手部还有足部呢，它特有的这些宗教的这个含义或者是展现跟深远的意义等等。那我们藏文就给它名叫做嘎的枪因为中文没有这样的名字来讲，所以呢，我们一般就只好称它为叫做金刚舞，或叫做有的称之为喇嘛舞。다디 아니 가상세야디 아니 가시게 세샤죠 당 늘 형식 늘 배우기 너무 가시게 당 되게 세샤죠 늘 봐야 말해서 이 상기기 송 되는 그래서 그런 동안 이지나 되는 막 되네 규칙 공부들을 해서 되네 규칙 나라더니 참 버튼 송여서 那许多人呢，以为呢，这种藏传佛教的这个金刚舞呢，它是呢就是人来讲呢去创作出来的来讲，它事实上来讲，它不是人创造出来的，它并不是说某些人或者是它只是依据来讲某些的这个经书或者是依于某些的艺术文化创造的，它不是这样子来的，它是呢根据呢佛陀所讲的这个显密教法当中呢密法密续的这个部分来讲所呢这个产生的，所以它是根植于呢佛陀所说的教法，而不是呢一般人为的一种创作而已。되니다 나한테 되는 막 설마당 되네 막 니마스 다디 자갈네 되네 되네 다도 막 니나 막 교육가 되네 너저 유다님 뭐 연재라 주샤들라 막 니마스 너저 유다님 뭐 연재 주셔도 막 설마 상거들 시고레스 아니 디 비자네 디 니가 공부하던 큰 거지 어다 되네 지레스 되네 참세야 되지 나 상이 니자를 위해 되는 지레스 那呢，在这个藏传佛教来说呢，它包含有所谓的这个旧义派应该讲是所谓的古义派跟新义派一般
那也就是呢，以这个翻译师呢玉扎尼国以他为这个历史的一个标的，就是呢，在他之后，在他之前来讲在他之前呢所立的这些的教法，我们称之为叫做所谓的旧义派，或者也是称叫古义派，就是我们讲的有人称叫前弘期。那么在他之后所翻译的这些的教法，这些的传承，包含传承呢，叫做所谓的这个新义派。因此呢，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个所谓的金刚舞来讲的话呢，那它不管是我们讲的旧义派也好，或者是新义派也好来讲，都存在着这个金刚舞。다 드네데 다 템바 나다 치카르센 보다 템바 나다 게투유소 ene naso wanang ene sozo ke tukam nang ane nyamlenze ane cham ta karsang bi tangda bjo sozo nyamlen cher ma do chilane shen ma dende chene ta bi ki mala thare do de chunga ma res。那特别呢，在呢这个前弘期的时候那这些的金刚舞呢，都是呢这些的在深山闭关里面的瑜伽师呢，他们呢私下来讲呢，所秘密所进行的这种的修持仪式来讲，那并不是呢像一般人所想的一样，它是来讲在大庭广众之下呢展现给别人看的这个舞蹈，它可以说来讲呢是这些早先的这些的瑜伽行者来讲，他们的密法修持项目之一。tene da thira chuje ke namla tene da bija tang de ni yula tene traye ke ane lusol di pasang na bachene tene tari mares。那之后来讲呢，是到了来讲呢，就是11世纪之后，才逐渐开始来讲呢，有这些的这个金刚舞，然后开始呢，在大众人面前可以看到的这样子的这个状况，或者是这个传统来讲，然后呢，一直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tene da tanang su cham da na do da Himalaya ju ki mi ri se da tene te na da Himalaya ri ki tang tene da jaba du so mang chwa tene sang chue ye ji nang de shu chwa yes。那以我本身来说呢，我呢是属于呢这个喜马拉雅山区山脉的这个子民。那在我们喜马拉雅山的这个广大的这个山区的人呢，那我们所信奉的就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呢，在我们喜马拉雅的这些的地带呢，它是非常弘扬的。다 tene da khon de da che pe ji nang de khon de da des pe la tu ko de de zane da pe la tene ka chang chung du chen tao xie yes。所以呢，我们的今天所展现的这个金刚舞来讲，它的这个根源由来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喜马拉雅山区，而喜马拉雅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藏传佛教来讲，又源自于这个西藏。所以今天呢，就是在此来讲，跟各位呢简单一下这个所谓的藏传的它的金刚舞的典故。아니 tene da nganju yingma ko tene da khelop chesum se tene khong na ba tangbo da jaba chache pe de pye na da tene be tamba ta ke khong na ba ze ba res ta ke de。那首先呢，就是在藏传佛教呢，有所谓的这个最早的教派就是这个宁玛派。那宁玛派来讲呢，有我们讲的师君三尊，也就是有所谓的这个莲花生大士，还有呢这个赤松德真王，以及呢所谓的大戒师来讲那个基护大师。那由他们三位来讲开始来讲的话呢，就在那个时代，将这些深广的大量的这些教法佛经呢，然后呢译成了这个藏文，然后成为了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开始。tene ta khelop chesum bi ya ja tene chhe chisum de zang da thongmar tene pe la da khomba do kare shan san samye me yu yu tu la kan shan ma res titu ka la tene da shen tu ka la da pe la zin tu ba zin de ba je je on da tene lom ko cha la na tene ko pe ba ma na ten chang res。那在那个时候的状况是说呢，就是刚刚所讲的这个我们讲的就是藏文叫做 Kendo 确顺，也就是我们中文翻译叫
世尊三尊里面的这个世尊德真王，他首先呢，他就是想在西藏这个地方呢，能够呢就是为佛法奠基，然后呢兴建寺院。可是呢，他要兴建这个寺院的时候来讲呢，都受到了这个西藏的这些非常残暴而有力量的鬼神呢大力的这个阻挠，而无法呢这个兴建寺院。那所以呢，唯有呢就是请呢这个在当时呢在印度的这个莲华生大士，请他到达西藏来降服这些的残暴的鬼神妖魔等等，才有办法建寺。于是呢就派了5个使者，然后呢到这个印度的这个范围去来讲，去请莲师来进入西藏。Mingan sudah pandau memang kita baca ni kamben nagarina kan mana cik sesuatu kaki kom menjelaskan kom tabat sedang orang sedang sini dah jadi saya travel dari sana dan te travel tu kuya res ini sampai orang mesti ni travel tu kuya res guru macam pen dah lah guru macam cang kor ini res cang saya 那呢，所以呢，那个时候来讲呢，在新建寺院的时候来讲，就开始呢过程当中呢，就举行了这个金刚舞，也就是呢，在这个金刚舞的时候来讲，然后呢，依照呢这个所修持的这个本尊，还有呢像这些的三根本护法等等，然后呢安住在他们的这个观修跟禅定当中。配合呢这些的手部的姿势，还有脚步的这个步法等等，来完成了这些的金刚舞的这个过程。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使得呢这个所谓的与会的这个大众来讲，都能够同时获得所谓的加持与这个成就。那同样当时来讲，兴建寺院的时候来讲，也有呢为此来讲举行了这个金刚舞。Tene pungtu shiva na jing guru gochi da tenden shu na tene sami dhula kansar da shin kawa tene guru gochi ki ane cham da tene torchi kar cham tene cham trap na wale dhula kansar dhul shin kawa 所以说呢，也就是呢，金刚舞它的本质呢是这个样子，在那个时候呢就引请了莲师呢进入到这个西藏的时候，在像刚刚讲的在新建这个寺院的时候呢。就呢就是由莲师来讲的话呢来讲举行了这个金刚舞。다 된대 전에는 다 그라 정말 되네서 되니 참 다르와레스 所以呢，这是来讲，首先来讲，开始呢西藏来讲有这个西藏舞的产生跟西藏舞的这个弘扬。다 되게 다른 데는 다 그 비추지 전부 생각하는다. 되게 많다고 얘기하지 권한도나 되게 싫어. 所以呢，后来呢，所延伸的藏传的其他的教派来讲的话呢，也都是呢这样说的。다 되게 지금 다 당고 주변에 다 단어들도 지금 미디어 파워 상들에게 개발적 서버 생각이 되게 지어res 지금 미디어. 所以呢，这个。所以呢，这个金刚舞的历史呢，到目前为止来讲呢，已经呢经过了至少呢1200多年以上的这个历史。네, 가르침세에 다 코란도 천된지 코란도 다 단다고 다 가르침 청구를 해서 다디 가르침 청구를 해서 남나다디 나도 시에 那这金刚舞呢，它究竟呢这个表征的些什么？它代表些什么来讲呢？那我在这边来讲呢，也呢就重点的跟各位来讲说一下。다들은 밥을 참들어야 다들의 생계 동생과 수생지 동생 다들의 망고요래서 그럼 제가 어제 뭐제라서 다들의 망고요래서 那呢这个金刚舞来讲，里面的这个对象来讲有所谓的像比方说有狮面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所谓的这个不同动物的这个面具、面貌等等，主要来说来讲，它就是有男性的这个形象跟女性的这些形象，男女本尊形象各种不同。다들 이제 나랑도 우리 다 보통 인근 되게 요 말했다.
무릎 잡고로 참 잡아야 무릎 잡고 통역을 이어말했어. 那么，比方说来讲的话呢，我们呢就是在跳这个所谓的这个进行威猛连式布鲁扎霍的这一个金刚舞的时候来讲，那么我们可以说呢，一般人来讲的话呢是没有见过这个威猛连式的。대에서는 다 무릎 잡고 그 땅답을 차는 무릎 잡고 뭐였어? 다 공기 땅답 대대로 지뢰도 웃으면은 대바지에 당 무슨 저런 상을 요하지에 당 대대 타면은 뭐를 지나 주게 지다 선도 대대로 지뢰. 那比方来说，以这个刚刚讲的威猛连式来说一般我们中文喜欢叫愤怒连式那威猛连式呢，就要讲的是我们一般人呢，我们没有见过的。可是，在金刚舞的过程当中来讲，然后呢，就看到呢这个跳这个金刚舞的这个僧人来讲，那他安住在威猛连式的观想跟禅定当中，然后呢用非常高严格的这个手部的这个我们讲手部的这个挥舞跟脚步的这个姿势，那我们就此来讲，能够在内心里面产生到说，原来这个所谓的威猛连式来讲，它大致来讲呢是个什么样子，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展现。那由于我们又更以这个虔诚清净的心来讲，来看这个金刚舞的时候呢，那更我们能借由这样的因缘呢，让我们获得了殊胜的加持与这个成就。可以说主要来说呢，金刚舞来讲呢，我们可以这样来了解。다들은 전에 창조에 다 군두부 창 군두세대 송마 발제 술 연구 나나조가 다 지금이 내가 지고나래 되는 쇼유 바나래 아니 다 소소 도관양 도페나 되는 사람을 들고 나래 이 상마 나나조가 가래다만 다 되기 되는 발제 지금 되는 다 발제세 다 숨마 지금 그래서 되는 다 나나조 대대리하고 상마가 발제세 지금 다 되는 시작을 而我们在今天呢所要举行的这个金刚舞来讲，它可以就是所谓的叫做昆度的这个金刚舞。昆度来讲呢是一位呢伟大的这个护法。那昆度的意思就是所谓的调伏一切的意思。那我们今天来讲就是呢藉由这个殊胜金刚舞的仪式呢愿能调伏呢消除所有的障碍。我们要知道说呢我们不管做任何的事情。我们说的事情一般分讲就是所谓的世间法跟这个出世法不管我们是为了家庭的事情，或者是为了事业上的事情，还是为了学习的事情，乃至于佛法修行的事情来讲，在做任何的事情呢，必定有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障碍存在。那我们必须克服这些的障碍来讲，才能够呢达到我们所要的这个成果。因此来说这个消除障碍呢是非常的这个重要，所以呢我们就是借由呢这个所谓的昆度的，也就是说调伏一切的这个护法昆度这个护法的这个金刚舞来讲，来达成呢我们能够呢消除一切障碍的这个元气。我的天的昆度참我的呢特别在大창기 무주시나的창 네, 다 참고당 되네 대마입니다. 참 같은 드라마 망고 되네. 참 참고 군주 되는 마로는 만든 거 되네. 개와시하다 소가지가 말다 되는 대상보다 제 다르고 제기는 那事实上来说呢这个金刚舞来讲，里面呢还有很多呢这个细节，很多的内容。比方说来讲，它的这个相关的配件，比方它的面具的这个规定分类，或者是它的这个衣着的分类规定意义等等来讲，那如果要细讲的话来讲，还有很多的它的这个规格，它的内容可以讲说。那因为时间不允许的缘故来讲，所以呢我们这个就不做细讲了，而仅以呢这个重点的方式呢来跟各位呢讲说。그것을 배워도 제가 도시에 이래 전에 제가는 소소 상담을 때문에 그때만 많이 받는 소소 발제세 소소를 지나쳐 상황 연구를 때문에 이래 서로 제스 所以呢请各位如同刚刚所说的一样呢，我们在看了这个金刚舞的时候呢，我们要以呢
这个虔诚的心、清净的心来呢这个静观恭敬的看这个金刚舞，不是说呢看只是一个像民俗舞蹈，或者是说一个这个一般舞蹈的展现跳舞而已，不能用这样的这个心态。那如果说呢，我们能够了解说今天所跳的这个舞来讲，它无论如何呢，它都是呢我们讲的三宝或三根本的这个事业的这个展现。然后呢，我们呢以这个清净心然后呢来看的话那呢由于呢这个结合了这个虔诚心、清净心的结合呢，那我们将能够呢在这金刚舞的过程当中，必然能够获得这个加持与这个成就。谢谢。